大家好啊，好耐冇見大家啦，香港波迷翻嚟啦。今條片啦，想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我揀咗今季嘅香港足球明星11人啊。不過喺我出呢條片嘅時候咧，投票已經結束咗噶啦。咁我冇提到大家，唔知道大家投咗票未呢？你哋咧又可以喺下面啦分享留言，你哋嘅11人名單好唔好啊？事不宜遲啦，就入正題。今季啦，最佳教練咧，我心目中有兩個嘅。傑志嘅卡迪朗啦，幫助傑志事隔兩季咧重奪咗呢個嘅聯賽冠軍，而另一個嘅人選啦，我會揀係北區嘅陳志康。始終啦，過去北區咧都係屬於中下游嘅球隊，甚至乎係要護級噶。咁但係經歷咗好多不愉快嘅事件之後啦，上季嘅季中啦，就由陳志康啦就係接手上任北區咧係煥然一新噶，勝率咧係提升至咧40%啊。咁今季咧更加係擺脫咗中下游嘅位置啦，爭上咗咧就係前列啊。咁杯賽啦又有兩個啦係入到4強啦，嚟緊足總杯咧係未踢噶，仲有機會入到決賽添，甚至乎啦係贏取咧升超以嚟第一個嘅錦標。北區今季咧踢出嚟咧都係好吸引嘅踢法啦，功力強勁，不過咧就有前冇後啊，令到球隊好多時咧都先失波，後去追啦，形成咧反勝嘅情緒高漲，令到球迷係非常之興奮噶。咁但係呢個咧都係陳志康啦需要咧就改善嘅問題啦，同以前執教飛馬一樣啊，行軍快，功力強，但係就失波多。最終咧喺2選1之下咧，我都係支持咗靠 Sir 嘅，我都好中意睇佢呢一類嘅足球啦。希望下一季佢係改善到呢一啲嘅弱點，令到北區係更上一層樓。最佳港隊球員我揀咗艾華頓。咁過去呢一年啦，港隊踢咗12場波啦，有亞洲杯外圍賽、東亞足球錦標賽、泰皇杯等等，好多嘅球員啦都係有好嘅表現。可惜咧就喺對住新加坡一場嘅亞洲杯外圍賽輸咗，錯失咗啦我哋香港隊啊再入亞洲杯決賽周嘅機會，咁令到我哋香港波迷啦都十分失望啊！我揀艾華頓嘅原因啦，係好多人之前都話佢好獨食啊，能力咧係有啲下降咗啊，又話佢甚至乎係作客嘅波咧都唔踢等等。但係數據可以反映一切，年屆33歲嘅佢咧係非常之重要噶，對住我哋香港隊入咗3球波啦，有6個嘅助攻，係隊中啦最有貢獻嘅球員啊，完全係我心目中港隊嘅明星。今季最佳年青球員咧，其實唔算話有太多嘅選擇。我自己嘅印象啦，第一定係傑志嘅中堅金志健啦，出場時間多次咧就推波後上，甚至乎佢穩定過咧身邊嘅一啲外援嘅中堅啊。佢嘅外形啦，有啲似咧陳俊一嘅影子添。依家22歲嘅佢咧，我都希望佢可以步陳俊一嘅後塵啦，可以外流，代表香港隊為香港足球作出貢獻。另一個咧，我會揀嘅同樣嚟自傑志嘅池英。咁雖然咧睇佢嘅 CV 啦，應該咧係會覺得佢好勁啦。佢已經咧係嚟自英國嘅布力般流浪踢波啦。不過翻到嚟咧，確實同想象中咧係有啲唔同噶，而且咧佢踢閘位啦，防守能力咧都麻麻地。喺比賽時間多咗啦，佢都只係一個年輕嘅球員啦，整體上咧都唔算話太差。印象深刻啦，可能係佢1月嘅時候對住大埔一場波啊，踢閘位，但係半場已經係拎咗3個嘅助攻，連中3元啊。跟住啦就講到香港足球11人啦。今季咧係繼續用4-3-3嘅陣式啦，龍門嘅位置啦，今季就缺少咗葉鴻輝嘅競爭啦，變相咧係俾咗其他人選嘅機會噶。咁論今季嘅表現啦，防守力強咧一定係保羅啦，一直喺金手套嘅獎項名列前茅啦。李文嘅陳家豪一樣啦，都同阿保羅咧一齊咧係競逐緊金手套獎噶。而我自己咧就揀咗咧係流浪嘅葉家瑜。咁今季佢重返咗港超啦，身高1.9米啊，係香港少有嘅高大龍門啦。見到佢身手咧都喺度噶，對比起其他嘅門將咧，我覺得佢係值得咧俾人係肯定一下。
後衛4個，我揀咗有李文嘅杜素洛夫啦，話晒都有機會咧踢嚟緊嘅世界盃代表烏茲別克。李文嘅杜啦，好多時都挺身而出，後上入波啊，有4個嘅貢獻啊。傑志嘅金志健啦，同放喺後衛位嘅九龍城迪高啦，佢今季啦有4場當選咗足總每周最佳嘅陣容裏面添，咁所以咧我就揀出咗呢4位嘅後衛球員啦。其實啦喺中場上邊啦都有好多嘅球員好想揀嘅，好似有東區嘅雷爾斯啊、大埔嘅帕特華維迪等等啦。最後都忍痛啦就揀咗前皇馬皇蘇嘅傑志球員伊拿拉文迪啦。有佢喺度咧，傑志成隊咧都係定啲噶。咁助攻助守啦，情況咧就有啲似之前啦，就係傑志嘅外援巴爾拿一樣啦。東方嘅馬高斯啦，有9球7個嘅助攻，係陣中咧最重要嘅球員啊。北區嘅艾洛保利達啦，又係喺球隊裏面啦，都係入波非常之多啦，貢獻多嘅球員嚟噶。最後前鋒嘅位置，北區格蘭特、東方大久保休、傑志、李安道啦，都負擔住成隊波嘅入波嘅責任啊！咁係隊中嘅神射手啦。本身我自己咧都想再揀啦，就係大埔嘅馬卡雷納、天姆高夫斯基啊。不過始終大埔今季啦，可能多線作戰啦，佢哋嘅出場嘅場數係唔穩定啦，季尾咧都係比較少出場噶。咁所以無奈之下啦，我就想揀翻一啲多啲出場機會啦，表現又穩定嘅球員，亦都係好有驚喜嘅球員啦。咁以上咧純屬係我個人嘅意見嘅啫，歡迎大家啦都分享留言啦，就講下你哋自己嘅喜好啊。咁耐啦就冇出片同大家見面啦，咁喺呢幾個星期啦都講下一啲關乎香港波嘅資訊啦。首先咧港超裏面啊，來季港甲球會至尊啦就會升班啦，咁應該咧就會同沙田區會有合作，咁當作區隊去處理啦。班主黃至尊啦就話大致咧已經係完成組軍噶啦。咁另外之前一直咧傳聞嘅和富啊，就好似咧仲考慮緊升唔升班，而報道中啦，似乎佢哋咧最後咧有機會咧就係唔升啦，而係會同一隊現存嘅港超球隊咧有一個合作嘅性質啊。咁之後就再冇其他關於港甲球隊咧會升班嘅新資訊啦。咁睇嚟下季啦，最後咧可能只係維持翻喺10隊嘅機會都大啊。咁樣睇嚟咧，港會挽留嘅機會咧又唔會出現啦。始終唔會無啦啦咧又夾硬整隊11隊球隊出嚟啦。而港隊嘅消息咧就有啦，就係嚟緊6月啦，就會有一場友賽喺啟德主場搞啦，同埋一場嘅作客波啊。咁主場我自己咧認為咧，既然放得喺啟德啦，應該要揾啲有份量嘅、有競爭性嘅對手咧先合理嘅。而作客嘅一場咧，應該大家咧都知道噶啦，喺早前對方咧已經公布咗嘅咧，就係柬埔寨啊。而喺9月、10月國際賽期咧會合併啦。咁香港咧就會主辦一個新嘅國際盃賽，就由 FIFA 嘅籌備啦，分成2組，亦都當作係甲乙2個嘅組別嘅賽事啦。參與嘅球隊咧就會以東南亞國家為主啦。咁按早前咧網上嘅消息咧就講啊，會加入咧香港啦、中國啦同印度啦去參與呢個嘅盃賽。咁 total 共有咧就係14支球隊去參與啦。香港咧就會主辦乙組嘅賽事，會有6隊，中國、印度咧就會加入甲組嘅賽事。乙組嘅賽事咧都係我哋熟悉嘅對手啦，就有緬甸、老撾、柬埔寨、文萊、東帝汶等等啦。咁雖然對手唔算強噶，咁當係咧就係俾新教練咧就試下講腳啦。如果真係有新教練啊，希望就刷下分數啊，升下啲排名啊。而嚟緊之後，如果仲有得參加呢個嘅盃賽咧，就以甲組咧為目標噶啦。詳情咧就等 FIFA 啊或者足總嘅公布啦。而頭先講起新教練啊，根據最近嘅新聞消息咧就話教練嘅第一輪嘅遴選咧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咁應該就會進入第2嘅階段啦。咁睇下會唔會可以喺6月嘅國際賽期之前啦，就可以公布到咧新教練嘅上任啊，大家都會好期待啊。
咁今集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啦，咁下一次咧就會同大家咧就準備足總杯4強嘅賽事啦，到時見。希望大家呢段時間咧都繼續會入場睇波啦，同埋留意多啲香港足球嘅消息啊！